之前我有練咗唔同嘅波啦，所謂正規球隊又係大多數人淨係得聽下教練嘅諗法，話要守咩咩就守咩咩，守聯防守聯防，冇話針對邊個，打個方就打個方。而家 DJF 好嘅，但係其實睇到啲球員比賽之前會 prepare 啊，睇對手特性啊，球員有球員嘅自己溝通思考，球員同教練都會有溝通，會大家交流翻諗法邊，賽後又會即自己檢討。唔係應該本身傳統出邊嘅就係、去到2個鐘練波，練完波就算啦。你喺個 WhatsApp group 度就純粹係打名落名，你喺其他時間就係冇咯，冇交流。教練有冇諗有 prepare 先？我練嘅波啲教練係有 prepare，OK 嘅 prepare 啦，合理。例如我哋可能唔知咩想守個 pass， 即係我哋隻底係唔想去出嚟嘅，但係實際就係我哋個 pass 係會俾人過爆。即係照做練波嗰個樣，但係落到場咧有另一個狀況，即係唔使即時調整。係有時可能要教練之下 time out 啊。其實嗰啲唔難嘅，要調整㗎嘛，你意思？即係如果球員有思想嘅話，係啊，我覺得係。點解咧？點解佢哋唔鼓勵下啲球員自己討論下諗下？咪犯咗呢個咩全校式啊？定咩？之前就冇呢種諗法。咁會鬧啲球員？叫咗你唔好俾佢鏟中間，叫咗你唔好俾入波啊！入波呢啲人有，即係冇教佢點調整，跳高啲，跑快啲啊嘛，生高啲。生高啲我都成日講嘅，我覺得真係搞笑嘅啫。即係呢個我覺得係教 DJF 正嘅，睇住啲球員係睇住球員進步嘅啫，係思想上有進步，以至去打波表現都有進步。係。